總價百零萬就可以攞低胡鬚哥身後嘅全新裝修嘅一個別墅啦。咁佢呢個別墅咧，咁佢總共咧就上下3層嘅全新裝修，咁包括前門口呢啲咧都已經抬高咗噶啦，咁就唔需要擔心水浸啦。不過咧，雖然講真，別墅入邊咧就浸唔到，不過出邊咧就可能有機會啦。呢啲呢個別墅咧，咁佢總共咧就上下3層嘅。咁1樓咧就有一間房，仲有一個花園。佢本身咧呢度咧都係一間房嚟嘅，不過咧呢個位置咧就改成咗一間長者房啦。咁後湖居嘅別墅呢邊咧，咁佢出行咧講真都比較方便嘅，即係比如講去到雅居樂車站咧就8分鐘可以到噶啦。其實咧你話按照公里數咧，即係1點幾公里啦。去到珠海山姆咧就25分鐘，翻到廣州口岸嘅人工島咧就大概35分鐘，去到澳門關口嘅口岸咧就大概都係35分鐘到啦，出行都比較方便。咁去到嗰啲食街嘅情況下咧，都係5-6分鐘就可以去到嘅啦。因為其實佢一出到嗰個門口咧就係一條食街，其實你話按照距離咧都係800米到1公里左右啦。胡鬚哥人咧就已經嚟到咗別墅嘅一個門口啦，可以睇到。咁佢別墅咧就係停車咧就唔需要收費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其實都係比較方便嘅，即係出到嚟咧就去到沙鄉嘅大潤發，大概咧就係7分鐘左右啦。去到沙鄉嗰啲食街，即係前面咧就係啦，因為雅湖居就喺前面啦。去到嗰個位置咧，其實自己開車咧就5分鐘左右啦，都係比較近嘅。距離咧其實就1公里左右。1公里到800米之間啦，咁出行嚟講咧都比較方便，因為呢邊咧就等於係屬於沙鄉比較中心嘅一個位置啦，即係包括離廣場啊、嚟大潤發啊嗰啲都非常之近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別墅嘅一個花園，因為咧佢係田字型別墅咧，佢係一棟別墅分咗4戶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前花園，咁佢呢邊咧就做咗抬高處理啦。咁佢原本嘅間隔咧就係咁嘅設計嘅，咁佢呢個抬高咗啦。抬高咗咧，咁前門啊、前呢啲陽光棚啊、前上面嘅玻璃啊，全部都換晒嘅。佢原本咧就係呢啲圍欄啦，咁佢前呢啲係可以擴建出嚟㗎啦。咁依家首先上到嚟咧，就嚟到咗一個前花園嘅位置。咁佢朝向咧就係東北朝向。東北朝向咧，由於比較開揚啦，咁可以睇到現場咧都非常之光猛嘅。呢個朝早，哇，其實都好舒服。不過依家胡鬚哥咧就覺得好熱啦，即係出晒汗啦。咁佢本身呢個位置咧，佢都係花園嘅一部分啦。不過咧，咁佢依家咧就擴建咗一間房啦。等下咧就從入邊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搖搖椅啊，可以哇盪秋千。不過依家咧有啲辣屎忽。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茶室啦。呢個茶室咧平時咧就可以喺呢邊飲茶啊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即係晚上坐到呢度，或者係冬天嘅時候坐喺呢邊曬到太陽，其實都係屬於比較舒服㗎啦。上面咧就做咗一個陽光棚啦。咁佢咧就有2個門，本身咧呢度咧係一個落地窗嘅，不過業主咧就把佢拆咗之後咧就係做翻咗一個推拉門啦。其實推拉門嘅設計咧會好過落地窗啦。咁一入到嚟呢邊咧，呢個空調咧佢係裝咗小米嘅中央空調啦。咁呢度咧係做咗一個鞋櫃嘅設計啦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咁佢花園呢邊咧，佢本身係呢邊嘅係砌埋紅磚嘅。咁業主咧都展示咗呢個施工嘅工藝啊，
花園都做咗鋼筋水泥，呢個咧就係佢本身素顏嘅樣子啊。然之後仲有水電啦，有啲朋友可能擔心，你搞過呢啲裝修怕唔怕水電唔重新做過㗎？因為本身呢啲水電咧講緊時間咧都有比較長嘅時間啦，去到20幾年嘅樓齡啦。然之後咧，咁佢呢邊仲有呼喚小愛同學，關燈。關晒燈啦，呢家係關晒燈啦。小愛同學，小愛同學開燈。小愛同學開燈。小愛同學，開燈開燈。雖然係智能家電啦，不過反應有啲遲鈍啦，我覺得。開燈開燈開燈。小愛同學，開燈。而家開咗燈啦，不過咧，我建議咧都係自己用翻手動，可能仲加快啲。不過睇翻個人啦，只不過佢呢個嘢咧就有啲新奇啦。咁佢呢個咧係美的嘅一個呢個風換機啦，咁仲有呢啲智能家居啦。咁呢個成個大廳咧，佢就做咗呢啲中央空調啦。不過上邊咧就係掛機。咁呢度咧入到嚟咧就係一個布嘅沙發，配上一個黑色嘅茶几。咁坐喺呢邊咧望翻電視咧都 OK 嘅。咁呢度一個採光門，一個採光，即係相當於佢有2個採光啦。採光咧就基本上係唔怕差嘅。然之後咧呢個咧就應該係一個75寸嘅一個電視啦。入到門嘅呢個位置咧就做咗個鞋櫃，然之後一個掛衣服嘅。咁佢成個空間其實利用起身咧都 OK 嘅，因為佢本身咧如果係按翻之前嘅裝修咧，其實係冇咁大嘅。即係改建咗之後咧，呢啲空間睇起身咧就算係比較闊落噶啦。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餐台，餐台咧佢就做咗一個係中島台嘅設計啦。有啲人咧就中意呢啲設計啦，有啲人咧就可能唔中意啦，就係咁嘅設計。咁呢邊咧都做咗一個餐邊櫃啦，俾大家睇一睇呢個餐邊櫃。都係平時可以放翻一啲收納空間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廚房，不過佢廚房依家佢改動咗之後咧就冇窗噶啦。廚房呢個位置，呢度係抽油煙機，呢度係擺翻冰箱嘅位置啦。廚房嘅空間咧其實都比較大，有去到6個方，即係你幾個人喺入邊煮飯咧，其實都比較舒服嘅呢個廚房。咁佢1樓呢個位置咧就做咗一間長者房啦。咁呢度咧係1樓嘅一個衛生間。衛生間咧其實呢個衛生間就唔算大嘅，即係你有4個方啦。不過就方便老人家喺入邊沖涼啊嗰啲啊都 OK 嘅，其實都夠晒用噶啦呢啲空間。咁1樓呢間長者房咧就擺咗個1.5米嘅床啦。不過其實咧佢呢個可以靠埋邊，然之後再做一排櫃，其實都 OK 嘅，空間都夠噶啦。不過佢呢邊做咗一個櫃，不過做緊呢個櫃就唔大咯，放唔到咩嘢。不過後期咧自己要再做翻一個櫃咯，可以放翻少少嘢。靠埋邊再做翻個櫃啦。咁呢度咧就係1樓嘅一個構造啦。1樓咧就1間房，一個衛生間啦，大廳設電視。目前睇到啲家私家電咧，就係通通送俾你啦，業主話送，全部送。咁依家咧就上到2樓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佢總共咧就3層嘛。咁佢呢啲磚咧就係會發光喎，即係你上到1層佢會發光1層，呢個都幾有意思嘅。呢度咧就有一個吸頂燈，咁呢度燈帶咧就有點氛圍吧，這個燈帶。咁2樓咧就係2間房一個衛生間啦。首先上到，不過2樓嘅房間咧講真就唔大，呢個2樓嘅房間都係擺個1.5米嘅床，咁佢係冇飄窗嘅。咁望翻出去咧就係望到馬路，望到振華路噶啦。出邊咧就係振華路啦。不過咧佢擺咗床之後咧，你可以再擺一排櫃，就空間係夠晒噶啦。不過咧佢就擺唔到1.8米嘅床，其實都可以擺到，只不過擺咗1.8米嘅床咧就係冇乜空間啦。可能佢都係要擺翻1.5米嘅床。主人房咧就擺到1.8米嘅床，不過空間咧就唔算特別大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衛生間啦。依然咧係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衛生間啦，呢個衛生間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呢間房咧依然咧都係擺咗個1.5米嘅床，擺咗一台全新嘅空調，然之後再做埋櫃咧，其實空間咧就只可以講就咁嘅空間啦。因為冇辦法，因為始終佢紅本面積咧都係只有96方，不過實用面積咧就比較高嘅呢啲別墅。實用面積咧基本上有送咗成40平方啦。咁呢度咧就去到係第3層嘅啦。
燈帶咧都係感應燈帶，即係佢見到有人過到嚟咧，咁佢自動會似一個更前之人嗰樣，然之後上升。咁呢啲其實都還 OK 嘅。上到嚟3樓咧，咁佢首先呢度咧有第一個採光啦，呢個採光啦。咁呢度咧就係3樓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呢度咧就擺咗個1.8米嘅床，更仲可以做多一排櫃。不過咧，咁佢呢度咧就做咗個收納空間啦。呢個櫃呢個位置。不過如果你身形你身形 fit 少少咧，就覺得比較壓抑啦。不過咧，如果比較瘦啲咧，上到呢個位置咧，其實都問題唔大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衞生間啦。其實同樓下啲間隔差唔多。主人房咧就1.8米嘅床啦。咁然之後出到嚟咧，仲有一個露台。呢個露台咧完全贈送嘅，大概有15平方度啦，即係有去到150尺度呢個露台。咁佢呢邊咧就褪翻出嚟嘅，然之後望出去嘅景觀咧就望到自己屋企花園啦。呢個咧就係成間別墅嘅一個介紹啦。咁佢呢套別墅咧，咁佢目前嘅紅本面積咧就只有98方嘅，不過咧咁佢實用面積咧就基本上有去到140方噶啦。咁似呢個頂樓嘅天台大概有去到150尺係贈送嘅。花園佢本身實際咧大概有去到接近40方度啦。不過咧咁佢改咗之後咧，即係由於佢改咗嗰個廚房啊，改咗房間啊，依家剩翻實際俾你用到嘅咧都大概仲有20平方啦，即係有去到200尺度嘅，所以實用面積咧都 OK 嘅。呢啲別墅抵玩，總價100零萬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咁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胡叔哥影得唔錯嘅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你正在中山山鄉睇別墅嘅，或者你喺山鄉有別墅上去出售嘅，咁點擊上面掃碼可以添加到胡叔哥個人嘅 WeChat。中山珠海睇別墅，記得問問胡叔再做決定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